那回头我把那些超好吃的菜都做给你吃。那么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。本次比赛的题目由厨艺界泰斗布劳叟拟定，题目为“灯影牛肉”。这道菜的常规做法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。为了达到促进彼此交流的目的，本次比赛需要2位制作出创新的灯影牛肉。评审由我们3位执行。如果大家没有异议，请等一下。啊，圈子的比赛由我评审，着实不妥。正所谓举贤避亲，请免去在下的评审资格。那陆评审的意思是？那就换一个评审呗。刚好有个小郡主在。这个陆一鸣怎么把我给暴露了？看来这回要挨黄叔叔骂了。那么现在评审更改为琉璃郡主，时间为1炷香，厨艺交流正式开始。窈窕炸裂，窈窕威武，窈窕炸裂，窈窕威武。嘿嘿，小景对这个李瑶还真是上心。说起来，淳于同样对这个李瑶上心。按理说他应该也在这儿，为什么没来？事办的怎么样了？世子爷，线索找到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啥事啊？哦，世子爷，你的兵书拿反了。小的明白了，小的这就去打听嫂子在干嘛。唉，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莫非是我用的方法不对？可不可以用兵法试一试？这条不行。世子爷，说，嫂子正在醉香楼和人斗起菜来了。考虑到牛肉本身的入味程度，用这样娴熟的手法，顺着纹理撕下，才是最精确的尺寸。只不过这样长时间的高温操作，会对厨师的手带来一定程度的损伤。小陆这小子还是有两下子的，不惜高温灼伤双手，争取到最短出锅时间完成肉丝，目的是让牛肉残留的热度可以刚好与牛油进行融合。原来如此。阿勇，准备一下接下来的厨具。是，少爷。快看，那边也要开始了。